睇緊樓嘅你哋唔知有冇察覺到一樣嘢呢？如果你買新嘅 townhouse，尺數可能又唔夠，但係你買舊嘅話咧，你好擔心一搬入去嘅時候就即刻要夾錢大維修。如果大家都有呢個煩惱嘅話咧，呢間1800尺嘅4房 townhouse 可能會係你其中一個選擇。呢度冇 Skytrain， 呢度冇5星級會所，不過呢度有一線嘅海景同埋雪山景。如果你中意跑步同埋踩單車，呢度有 Richmond 最出名嘅 Westdale Trail，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 Adventure Park， 亦都有最受家長歡迎嘅學區。呢度係結合大自然同埋現代生活，歡迎嚟到 Terra Nova。Terra Nova 位於 Richmond 最西北邊，所以呢一區係非常少外人會入嚟嘅。而成個社區係以低密度嘅獨立屋同 townhouse 為主，所以亦都係 Richmond 裏邊最安靜、私隱度最高嘅社區。除咗環境好之外，呢度嘅 school catchment 都係非常有名嘅。小學係長期排喺 BC 省 top 10% 嘅 Spalding Crux。最特別係佢係列治文唯一一間採用 year-round calendar， 即係全年授學制嘅公立小學。好多家長中意佢返3個月放1個月，可以幫小朋友保持最佳嘅學習情緒。最正嘅係家長可以避開旺季去旅行。而中學就係 J.M. Burnett Secondary 啦。除咗有 AP program 之外，佢嘅數理科喺列治文更加係數一數二。而學校隔離就係 Thomson Community Centre， 由學術發展到課外活動，呢一區嘅配套都一應俱全。即刻帶大家睇下我新上盤嘅 listing，Unit 186888 Robson Drive。屋苑 Stanford Place 係由溫哥華著名發展商 Polygon 興建嘅，成個屋苑有92個單位，管理非常之完善。而今日我要帶大家睇嘅就係呢個屋苑入邊非常之少有1800尺嘅 corner unit。歡迎大家嚟到我全新嘅 listing Unit 186888 Robson Drive。我哋先由車房入去，呢度係 side by side 並排雙車庫，仲裝好晒 EV 充電。一樓呢一度有一個獨立嘅房間，連 full bath。最適合做長輩房、guest suite 又或者 home office， 喺呢度打機或者開會都唔怕嘈親上邊，私隱度極高。而洗衣乾衣機亦都設喺呢一層。上到嚟2樓就係呢間屋嘅生活空間，業主喺2017年做咗一次全屋大翻新，基本上你見到嘅油漆、地板、櫥櫃同埋 countertop 都全部換過晒。最關鍵嘅改動係拆除咗廚房同飯廳之間嗰埲牆，大家睇下，成個空間變得更加通透，加上係單邊位，東南北3邊採光，完全避開咗夏天西斜嘅悶熱。全屋用 Force Air 暖氣。值得一提嘅，廚房 Island 對出呢個位非常寬敞，如果有小朋友，可以安排佢哋喺呢度玩，煮飯都安心啲。由呢度行出去就係一個向南嘅 patio， 夏天可以 chill 下，又或者 barbecue。我哋再上一層就係睡房區，向南嘅主人房空間感十足，可以3邊落床，custom build 嘅衣櫃同埋 walk-in closet 全部做得企企理理。另外呢邊就係2個房間同埋1個洗手間，因為業主只係一家3口。所以將其中1個房間改咗做書房，間隔非常靈活。好多人都諗住趁而家樓市下調嘅時候咧，想搬大啲。而 Richmond 嘅 townhouse 咧都一直好受小家庭嘅歡迎。對比起獨立屋咧，價錢相對 afford 到，而亦都有翻咁上下嘅活動空間。但係事實就係，如果你買新嘅 townhouse， 尺數未必咁大。如果你揀舊嘅 townhouse， 你又好怕一搬入去就即刻要夾錢俾大維修。如果大家都有呢個煩惱嘅話咧，呢間1800尺嘅4房 townhouse 可能會係你其中一個選擇。除咗地區同埋校網好之外，佢亦都做咗全屋翻新。呢個屋苑嘅屋頂、圍欄同埋鐵閘亦都已經更換埋，一次過解決晒你所有嘅煩惱。如果你都想感受下喺 Richmond 裏邊最寧靜、最優質嘅社區，歡迎大家隨時聯絡我。我係 Vincent。